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恭喜！歡迎人來到本來學嘅嘅節目，今日我們叫雞。阿 John 就係，阿 Cap 都就係。阿 John 你唔是叫阿咩阿 John 呢？唔是叫龜哦。真正龜雞你話使叫雞？講為雞哈？係咪？成條嚟 OK？哦。sorry，我準備小雞。OK， 來介紹就話特別嘅邊呢？這禮拜呢，都是我準備嘅，我準備。大家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啊！發財啊！แล้วก็特別嘅邊都是日本嘅老家歡迎。大家恭喜發財！恭喜恭喜！今日是幾號啊？今日是七幾啊？28號啦嚇，真正係數嘛？真正嘛？28號嘛？今日28號是8月咩？日本號啦，日本號 release 係30號 release。30號 release 啦，30號 release 是車衫咯，車衫，你車衫。Oh my god！佢有挪工。等陣佢有來佢有老椒豆嘅歡迎。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了豆嘅呢是豆嘅是小矮誒。啱日本啊啱。做咗歌啊John。對嗎？你唔是小狗啊？我是小狗啊，是啊。你小狗咪是咧，變得學嘅咪是咯。即係變咗嘅四常時咁。แล้วจับเกสิแห่咯，日本嘅唔是日本嘅，到準備是แห่小แห่。哎呦，แล้ว OK，แล้วก็另外一個แล้ว就是大粒頭歡迎。大粒頭是笑唔使講嘅。冇，等下條書，唔是條書，等下人嘅仔嘢咧，冇陣間大粒頭嘅冇出嚟，佢看嘢 podcast 都冇 information。我 try 每個塊嘢講啊，大粒頭，你嘅笑啊，你嘅笑是到底辣，一出幾個三色就講你辣咗以上咧想。一手到做啊，為咧也是到底做後背。未使講。未使講，OK，今年咧是貴。Why generation 加入嘅 generation 是啊？That is the only information. OK， 所以有可能咧，是一出幾個三四就講你嗱，再次俾有九十幾仔搞，甚至全部都難找，諗唔知。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ไป我咪今年先給你嘛，給你我話真歡喜我準備給你嚟講拜年哦。你是我大雞，老雞，你是我老雞煲。我準備老雞煲。老了。好嘛，老雞煲嚟講下，今年過年，哇，你咪是入市會咯。而家入市會啊！梗係冇咁棍嘅，哇！飲只有冇幾拿吹半嘅，就知道入市會。我準備入市會啦。你聽佢講入市會等陣我咪放，哎呀少，我 copy 喂，等我咪 share 你 link 先 ，SDQ。真正冇對錯啊！要杜蘭咯，哎呀，死未使講真正，未使講錯啊！你有雞爛咯 ？Sorry 嚇，唔捌看對哦。唔是講咪講杜蘭，咪講雞爛嘛？是小雞年，咪是講雞爛咯。誒，咱特別新疆冇食雞嘛，所以今年雞年會使特別別使食雞哦。乜係齋？每豆嘅？豆嘅有雞年會使食雞哦。我在厝啊就只
煮過喎，所以就是有糊有黑有豬大湯。哦，小我愛。哇！and then 就嗰一擺做工做乜做工哦。嚇，你是切20拜啊？那是30禮拜。啊，今年30喎嚇，今年。今年有30。30年到30年咩就拜咯，拜啊，and then 啱面就大頓咯。你往只攞喲？冇只攞，你冇只攞嘅。福建人食咩？福建人啊，咩咩啊？有糊有黑有豬大湯咯。雞哦？冇雞雞啦，啲有雞嘛，都冇雞。你講冇雞喎？冇雞。你講是雞呢？盤菜咩豆嘅？盤菜咱舊位煮個隻。哦，福建人食盤菜，我都未曉。即幾年嘅實興食盤菜啊！福建人食盤菜，即係盤菜個叫學講好話咧。係咯。日本嘅，還是咱餐館剛當人餐館做伊出名啊數。係本是 friend 過啊，未曉哦，但我本是舊年有食過。你食雞哦？咱今日好啊，今日搞到大包衫，每人裝把叫雞過。未使講 too much information。你做咩對大粒頭？你咩對大粒頭？做乜全部？你唔驚？你唔敢講？唔係講啦，真係人聽唔係。冇人知你先講啦。你未使講，未使講。未使講是辛苦晒，是講有啊，乜叫佢啊？冇啊，應該是講，應該是 review，伊就是死咗一條。冇啦，人講 KFC 是叫嘅雞啦，人講咩？哇！最近頂個禮拜去叫。即係一個確啊嘛，我最邊。未去 order 啊，叫雞啊，未去食雞飯時，攏食燒，是個食燒嘅，是個食白斬雞。燒嘅啦，只啊！你唔是燒就做，人講你要食燒雞，還是白斬雞？愛還是白？愛。哦，你是個食愛啊，我是個食白喎。白狗只，我特晚甲叫你嚟呢。嗱，佢講唔敢講叫雞，佢講唔敢叫，佢其實你講另外種嘢。你是咪當家啊？係咪嚟當家什麼意思？嚟當家去叫嘅嚇？係咪嚟當家叫嘅嘛？唔是啊？係咪學啱咩啊？係咪村係咪係咪姓村？十落ในขั้นปีนาจันเนี่ยอุ้ยหลังตัวอ่อนนะครับมาในตังกาขี่嚟當家叫雞啦，嚟當家叫雞，我不叫佢知道，唔是我不叫，我叫。哇，阿 John，我翻嚟當家句，我就是我去，我甲我朋友係少即同我朋友講甲了 SPM 句啊，去根頂啦，去根頂落嚟啊時想講去 KL 嚟大節鬧節咯，一落過嚟 KL 時候。期望喺大學都 fully book 㗎了喎，想我死人就好啊！我掉就 KL 冇位大就，然後走去伊個我唔知到到日本啦，當然到 KL 邊，啊走去問咯，哇！去看到成個咩酒店啊，咩酒店啦，走去問，哇！行去 KL，因為一直是去嚟當家啦。即係佢攞波呢，出來留意特別情滴滴，除咗未急等等，靠啲啲特別送機。哇！隻頭炳線咁樣行落去㗎啦。佢啦冇胃口是唔是？哎呀，唔是冇胃口，我梗係驚啊！我成日講死啊！佢哋幾件事，你就掠就話明日冇叫我幫襯我咪死。講緊啲啊你。係啦，嗰度可以累喎。咁冇得，我不叫佢，我係你行起樓梯。特別 actually 我諗大係根本未講真正
我I think 我叫基本應該有，我 ended up 大嘅，特別我那個大真係較平安些呢。我看到有囡仔嘅就佢唔是叫雞學到咯。特別我講驚本啊，我是嚟當家去嗰時，我一定啊，計小姐啊，我幾千個啦，6千啊，6千大波，伊個是房間嘅使4千啊。特別我人去睡是4個人去啦，特別2人夾去啦，幾多？有時啊，我嘅4個6個大波佢驚喎，佢驚嗰人起來拍車王啊，所以梅啊，我就冚梅起來時，山伊有一個成啊咧，可能 make up 嘅多啊，你行啊，地啊，就到頂嘅梳妝台啊。我頭驚咧殺去梅嘢，他跳落。不，阿 John，那多幾咩？多一名嘅。我一名呀，你阿轉來，那時候拄着幾邊裝啊？還沒到落頭。你講嚟當家，出嚟當就是到落嚟。你當家是只借你叫機會啊？你到底樓頂嘅啊？有你樓梯暗咧行去，你叫機會。這個來當。So that is the term that you are 用嘅啦。哈，對。不叫。我唔捌聽過來當。哇，那當我準備把教完了嘛。我是聽邊嚟嘅。哦，我唔捌跳佢，我準備教咯。誒，你講到對正係假啦嚇。我是個只啊，咱每一件每哦，準備是個只哦，你哦數。哦假小假，了。啊，豆嘅都是個只 enjoy 白斬雞啊，我們是個只白斬雞，但係我知啊啦，日本嘅是個只白斬雞，我哋冇得個叫呢嘛。แล้ว大粒頭咧，大粒頭是個只白斬雞還是燒嘅 ？OK。我還沒見過只。特別你有 preference 啫，還是冇內行㗎啦？equally 是個只。我學雞、白斬雞、姜嘅雞、鹹嘅雞。叫嚟當家嘅雞，特別唔是人嘅雞，嚟當唔是人雞，是行路嘅雞啊。特別我是個只，我是個只咧白斬雞，我是個只一倍。白斬雞嘅倍啊！啊，你白斬雞不？阿邊阿妖嘅喎。就是我是個只啦。我就是啊，我係食白斬雞啦，我一個定我是冇食嘅。你配嘅白白起來㗎啦？我不要見到白刀嘅，我做成一個只嘅配。我講阿張我係現在夠水啊，未食過食啊，梗係食到佢個水。白刀咱就去只嘅配時候，你就貼配。我係冇問題，我係食緊一定嘅食冇問題。你學我你配成啊？你掛你。你掛你朋友啊！Oh my god！ 大家感覺我感覺很你掛你朋友到底？你掛你朋友我啦，好我發文字。我是你啊，真正是你食人嘅陪。喲，真那真好食，我就是個只。啊，你特別運番椒，運迄個紅嘅雞飯番椒。啊，是啊，好聊咯。雞 OK 啦。是啊。真正無對錯啊。講話。有啦。冇啦，我6個月對嘅數。哦。6個月6個月是對。只夠應6個月杯。6個月，哎呀，都別條路本。咩啊？我7個月嘅走啊！我6個月買走。哦，我入4號教。入4號教啊！特別靚啊！後可能別入4號，好似迄個入4號15號我們走咯。Maybe 特啲 Apple 係對的嘞。啊，有可能。我唔知係真路哦。我係前路就好咧嘛，你前我真係。應該都冇看到我咧，看路都看到人道人都。有見我大背幾點去背路。我去背路本啊，報告 ought to be。
來背機來馬斯來馬林多嘅頭前單話。Sorry， 我做比對咁棒啊！你對到咯？你對什麼地啊？冇啦，我對。你對邊個嘅咩？我對邊個啦？你對邊個？你未單靠入4號啊？我對邊個？我已經試過月每對4個禮拜嚟講夠日本。你未單未？好一件好事就食未俾個。嚇！成個 plan 咯。我 actually 我到底我 actually 我是冇賭人啊，特別係你嚟講我 make exception 啊。哇！個 honor 我做邊啲事嚟講 honor 㗎你？Because 我冇大，我到底我頭先有時咪講啊。傾講頭謝啊時，別緊，別使講，啦 underground， 係啦 underground 嘅講啊 ，underground， lagi啦 turun tangga 嘅講，啦 turun tangga 嘅講。今年我去看到咧 Queens Bay 有一個借咧嘅物件㗎啦，我看到 Queens Bay decoration 哦 ，Queens Bay 冇啊。啱啱看到，我冇看到。我看到啊，因為這隻一間厝啊，我看隻雞啊，行三人我你講雞煲本嚇，佢哋即刻去 Queens Bay 啊！我知大餅嘛。You are the spy。我看過。spy。怪數。哦，你看我知道我 Queens Bay 嘛。我冇人 send 給我本啊。嗱，我看。三百幾定我。這是哪一個咯 ？I think 是。我都看到啊，我 bloodline 個了出來啊，你水。哦，白嘅，哦，那，你話，你是這唔是掉？這是喂，這是酒鬼了誒，酒鬼啊，鬼。這是 chicken pot pie，酒鬼了。嗱，這裡。啊，真正水。一個綠色嘅啊，因為一月尾2月嗰次少綠色。個 winter 嘅話，嗱我8個我買咗看到水啊真。I think 是 Queens 嗱。冰水啊。真正水。我看無看行嘅。個冇咩？你看 slow 下伊個 delay 所以 fit。嗱，小我話人多講話嚟講，應該是看下。YouTube 是要 show me show 我小影啊。冇，我小小應該冇，我呢幅多啊。冇咯，依度 YouTube 會看，YouTube 冇行咩嚇啊？到頭，哦啊。我冇看到，of course 你係邊啊？你看，哦 ，it's slightly delay 啦，slightly delay。slightly delay YouTube。嗱，我聽 YouTube 嘅是不是真正？我係把頭兩機呐。頭兩機。嗱，我慢慢看啦，到底阿妹頭兩機，這樣。佢哋正機哦，嘅。冇嘅使借炒哦。有成個摸那邊。哦，嗱，你看我馬甲有一個咧領嘅，我馬甲有隻翕領翕小影。哦。係咪領？領嘅，Q2。成小領嘅，然個有我爸。應該是做12成小啦。啊，12成小，然後個有隻邊咧。你冇去得 N 樣嘅度。N 度。去 N 樣度啦，去做。邊咧學嘅啊？湖啊。你個到陣頂住你爸爸咪是講我，但係我可能係記哦。未記啊啦，我冇嚇 ，sorry 我冇。你冇咩？我都冇你 calendar。哦，你本冇啊？阿涵。冇啦。OK，那是今年啦，你拄到我有路。你已經 promise 人家這人啊哈，你佢 promise 我。冇我 promise 人呢，阿涵嘅路呢。啊，OK。咩啊？不要緊啊，阿 John，important part 就是你有 enough stock 冇。你買未記啊？你買未記，你開留落嚟。必show。真正先試啊！咪 show 你嘅滿可看。
真正4個鳥無語過嗬，就等個10個1個鳥夠語，所以10個時我講你看我較吹。OK。啊，會使啊，但是咱講你教我 WhatsApp 我是你講下，是我等於是我記正咯，我有串過你個。不要緊啦，即係特別咯就，即係 OK，嚟講一線堂，來一線堂，自樂，自臭啦，三鳥，三鳥，四姑，四姑，五槍，個槍，辣雞，啊不是辣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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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碰醋，切泡醋，白虎，白虎，膠鴨，膠鴨，十蝦，十蝦，十一西。11歲12歲好搞都冇人知。哈哈，對個，對，真是變得好。所以今年咧，其實咧，但是咱咪對咧今年嚟講咧，今年其實是阿年嚟，變那是阿年10嘿，你，哦係你，蝦年，係你對，十幾對，所以今年未使食蝦，唔是未使食蝦。對，未使只係雞使走只，嚟當間使走叫。啊，椒橋椒子啊，不要緊你點存。亂講啊！咱當今啦，你講叫雞成呢較好，雞年。阿 John 你問錯人了，你問錯人了。เรา冇叫朋友，冇叫媒款。那 free marketing 應該是成立較好嘅。係啦，you have the prostitute。好了。今年人聽講都是嚇，貪的雞來。哦，貪嘅雞，哦。But at least it's better than last year. Last year 迄個老狗就是小老。小狗，哦。你怪當到做咩？誒，屌！我講 last year 嘅狗就是小狗嚟，規個世界咁樣差不多。係啦，條文actually，有時我不得有，會食小雞。OK，咱講到對啊，雞啊，是唔是只型？真正像咱食來講啦，雞是真正好嘅 protein 嘅 source 嚟啊！咱雞會使做一萬項物件個了啊，從雞卵起啊，你干那雞卵一粒，那你會使做到一項物件啊，就真濟項咯。是咯。啊咩啊？Hard-boiled egg 咯，真啊！誒，啷是個只呢？卵啊，啷是個只？啷是個只安怎卵？煎我是做個只soft-boiled egg。哦，煎卵包咧，你是用嚟點煎嘅，就干干硬嘅，胖胖嘅咧哦。對。啊，安尼伊中個yellow 肉啊，佢老嘅，買食個料。你是個只會老嘅哦。我是個只係老嘅。我們想，其實吼，咱食我個小只咧Asia 嘅煎卵啊，樣就是講伊油較濟啊，แล้ว煎嘅時啊，伊噼噼啪啪咧，伊胖胖嘅啦嘢。你邊一胖胖成罐嘅你看呢？garing嘅哦。係啊，garing han。好料哦，有時吐就是一個微嘅接不出來。是咯，好。淋豆油呢只。誒，翠女我們講是個只。哦，講到木須 ，Oh my God！呢是電班人嗬。你係白啊，還是干那係湯雞湯呢？就我木須啦，就我木須是入面係雞湯嘅啦。咕嘅啦。呢是咕嘅嚇，咕嘅。Japanese food 係唔是？嚇。Japanese food 嚟嚇。啊。安怎叫炸丸嚟 Japanese food？冇知。應該是叫炸丸冇知啊？我不要叫。日本家有冇？那日本家都冇得。日本家個冇得。日本家不正確。我問實是一個買。嚇，你咪試試看，就安怎日本那叫炸丸？
誒茶灣，哎呀，我唔是，我唔是芒果嘅事，芒果日本人我是茶灣。知芒果，我頭先講我表哥講，誒你細嘅你真係自己種芒果嘅，你個夾出來，一個插住佢就對嘅真真。我那是要知係咩意思咧？每年日本人嘅朋友。Google 夠當 Google 啊？OK，只女我就見只，我女嘅啦冇上嘅嘛，但我們就見只，我是個只咧啊。總之是女呢，就是屬個只咧。我咪想哦，你本想啊？嚇，我看到女呢，哇會啊！喲，我咪想，我是個只最近我哋小只咩，我那時講冇用啊，你在做工啊 snack 啊，你就早起我請起來我 breakfast 我就請起來我就就我三度出門啊嘛，所以我就殺只隻女咯。我殺女啊！我下到啲程度，我白好時㗎啦，然後一出嚟時我就咧日殺一粒不食，你看食個食啲 snack 呢。啊肯食不能食。我冇係冇豆油冇係飲冇咩就啫。冇。豆油都好食啊！點知我自己攪啊豆油攪啲椒，做隻椒啊等人嘅。哦。係特別冇油，然後個糖。你係咪燒星椒對，搞咁嘅事，有時。我成日做成個人換嗰啲hot sticker 是然後咯，過貼然後我定住做 hot sticker 嚟隻啦嘛，然後我咪是要春我自己做豆油啊，然後是我夾我殺咧嚟我嘅嚟換，加好食呢。誒，啷我俾每款你我就 particular 我 recipe 我俾就轉你啦，所以特擺 consistent 嘅出嚟 result。特別我特擺個微記寫起來，所以幾年我個微記嗰度跑做機打，真慘。嗱我係咪辦法咯？我冇時間入面想識嘅，冇時間入面想識嘢啊！誒，我跟我係啩喎。After boiling 冇，我嗰時 after boiling 我學阿個冇想識嘅嗬，阿個有時 4 minute，我大陣時4 minute to about 4 minutes to 5 minutes。你而家煮頭講傾下，冇啦，我冇想。你煮啊！我嗰時係煮啊，係亂落去。แล้วแต่เป็นตาลขวายขวายตอนนี้อีบอยแล้วเหรอนี่มาสิ boiling แล้ว boiling แล้วเหรอ from ให้เลย boiling เอ start point สุยขี้สี่หุ่นเจง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วัดคำสี่หุ่นเจงแล้วคำห้วยฮะอ๋อแล้วคำห้วยแล้วจิ้มเดียวสิแกใช่คำห้วยอ่ะโตอี小水啊我都是จิ้ม零水嘅哦所以你 boil สี่หุ่นเจงOK阿家試林面呢做出來是？誒那邊啊冇呢冇唔是 hard boiled egg 咯，伊是干女。干女同伊想淡薄成個鴨女煎嚟食呀。我點解最主要係唔是？伊冇水。伊是鴨女，成個鴨女嘅食嘅呢，可能嚇。對。啊，我是夾本咯。我煮嘅時呢，我煮嘅頭伊嘅 result 個女嘅講嘅上咯，特別。我煮嘅時我是成都嘅出來女啦嚇，比較做清楚。成都嘅出來女，到啲會填水，然後到啲灶會開火，會大火，然後就是冷會煮起咯，冷煮個一罐，一隻罐大罐咧嚇，我就冚火我係煎掉7分鐘。แล้วสิจิ้มเดียวชิ้นเจงกุยอ่ะสิว่าตัวโตจุ้ยแล้วตัวแห้งจุ้ยจิ้มเล้ง嘅จุ้ย係所以別個就食啊แล้วอันนั้น可能咪得特別我個สุ個食特別我大排未記是8分鐘嘅是7分鐘，或者是7分鐘แล้ว我係我要食較女裏面有淡薄จุ้ย呢我就係6分鐘แล้ว冇差不多煮到這粒，我開始煮就這粒，我開始煮個7、8粒，女咗這，你想嘅。咁啊，就到一路落去啊嘛，這邊。較硬個咩3個半時就大把佢就等你水滾。係啊，只幾年就好似企喺大邊看，一百多個入。對，有陣時候未打鼾呢是啊。你要食愛得殺女，是要食糖女，特別你未打鼾等你滾水滾呢，那你起來煎女，煎得食個無敗。你想愛食糖女時，尤其是我想食糖女喎，糖女啷個糖誒？糖啊咩女？糖女啊，成個殺波才食。殺波才食。殺就你話個鼻藥啊？
ตอน啊，这就未晓搬我啊！哈，你唔是講你自家只幫成食因為啊？我是嗰度幫先食吧，我是啊靠食，我自己哦，order。哎呀，路人迄邊個了都是外口字啊。很叻，老因為我我把 try 個，我把 try 個自己做。啊。But the thing is，嘢timing 也未準啊，所以我是小食，我是冇食。啊 ，time 在就嘢都喐喺度定佢，sometimes 就嗬。白白追。啊，所以我不要我假如。不要安裝㗎啦。你80萬那麼少買咧，換食嘅白食嘅，你有啲失怒嘅物件咩？我冇背咯，我問咗咩學我就喺個嘴半成成能。哦，做咩事？cholesterol。哦，冇嘢，你食啫。你咪係啊？冇嘢，見你冇嘢。但我假如啦，你未見到一年食一道，其實真係食呀。哇，講咩？你女有水上度嘅哦。OK， 所以你假如成都嘅女我家姐我做標本，喂，你女你嫁出來到成都位，你嫁啊特別，你應該我做邊係應該是有水轉有熱水哦。有嚇，你水轉熱水咪係地熱啦，成日凍淡薄滲滲啦嚇。啊，แล้วคุยน่าเจ้า講吧，你講啦，大媽叫除講一話仔。我姐姐你講。反正嚇，OK，帶去砧板，OK，你ทำเสียฮะจะ講，冇看見你嘅你雞雞，我看到你雞雞，看到你嘅吧啦。你別看到半行 because 我來砧板 because 伊人喺邊聽看 TV 嗰啲 hotel， 我哋做砧板。哦，冇意思，哎呦，一人一間房。就嘅，你同我講嘅cholesterol actually 唔是幾類啦，係就是 quail eggs 啊，鵪鶉蛋。你咪成冇本啊，冇成冇本。講雞類。講幾類啊？我講按照殺，按照湯類，我能按照殺幫成食類，湯幫成食類。同埋我講 cholesterol 本嘛。所以當是啊。唔記得我講聽咗豬，喲，我真係特別冇啦，個人個人個人嘅快，你 cholesterol 慣嘅。看你唔過一四日嘛。都是一路。誒，攞咧，你白拖了。Oh my god！ 哎呦，死咯！人講累，人講健累，就是講係面垃圾絲咯。真正死嗰啲垃圾。你是什麼累咧？什麼累？你唔是皮蛋啊？皮蛋。啊，其實等我講咗實嚟，我講即真係功夫啦，真係功夫。你就是嘅，你最專下。OK， 因為那是你那是到馬來西亞，那是我媽伊個女養隻啊，買嘅時係到啲國家就快隻了，冇少生度嘅咋。佢哋女咧，你都免嘅去浸咗水。但是講我係是到生度嘅出來嚇，你滾水滾嘅時，你使嘅大個滾水啦，你免用。你係用你卜咩使啦？成愛嘢咩使？特別你正開火滾嘅時 ，before 你開火滾水嘅時候，你成日你內係隻碗位，然後你開你水滲滲嘅水啦，怪燒啦，特別唔是真係燙啦，都係一浸伊嘅冷嘅內就啲滲滲嘅水轉內滲水浸，一邊你就開火滾，我是用佢哋電嘅大鍋啊嘛，所以我就開電大鍋嘅。水咯，水就係滾咧，你內係對細夾出來浸了你做水位啊。所以若是講你用上隻咖喱還是隻位嚟講，你咖喱未使上細啦，特別怪大。你成日在叮當，咱到馬來西亞用嘅咖喱啊，安尼看你滾，安尼看你闊啦。啊，無就是你 small 嘅 saucepan 咪使，你到倒你滲水走咯，แล้ว你都慢慢倒你滾咧水到啲喺你內，所以我你會做嘅就是你夾你生度嘅內嚇，做 room temperature，
所以你用你裝ซ้อม嘅水就變做 room temperature 女咯。但是你 already 有 room temperature 女，你使 skip 頭一 step。你倒你嘅管嘅水入去你個咧位，你唔使倒到啲女嘅殼位，你倒到啲你愛嘅邊啊，但是你倒到女殼上快一筆一女嘅筆啊。你唔使衝落去，所以你衝你慢慢倒到邊啊，你係摸個冚加貴一女。個冚過一個半粒，還是一粒嘅女嘅管咯，你就浸了，還是水起下面，你 cover 一個管啊，是講你水 cover 過一女嘅嚇，個 repeat about half an egg，還是 one egg 係啊，你要夠水啦，冇夠水，你放掉，你 set 你 timer， 嚇你 timer 就是我未記講多久。阿 John 啊，อันนี้คนนี้เกณฑ์ว่าไม่จะเสียวกูว่าปอตอีอ่ะ你賤嚟啊！你賤嚟啊！你賤嚟啊！有時間。我有knowledge way of making。嚟講。knowledge way 是 OK。一個呢就是你嘅目鏡啊，你聽水啦，聽水搞得伊 rolling boil。嚇。แล้วสิลูกแต่พี่เย่ช่วยเดี๋ยวไอ้กวนก๋วยเย็นหนุ่ยอ่ะฮะลูกฟรีคุณโหอีช่วยเดี๋ยวไอ้กวนก๋วยเย็นหนุ่ยแล้วลูกอี rolling ball แล้วสิอ่ะลูก lower หนุ่ยก็แล้วลูกขี้อ่ะลูกขำมาเลยค่อยเซแต่อีเซฟเลย and allow for ลูกความ size of หนุ่ยละ small เลย3 minutes น่าสิ medium เลย4 minutes น่าสิตัว extra large in 5 minutes 呢度出嚟 just nice 你看得只死可以未使整得大啊 simmer 啊แล้ว the second way to cook 就是ลูกแห่ให้หนุ่ยเล้งตัวที่water ล่ะ water cold water ล่ะแห่ cold water แล้วทำกว่าแล้วทำก่อนแล้วคุยทะเลคุยuntil it comes to rolling boil แล้วอยากขี้ไหลคุยแป้งอยากขี้ไหลลูกปักใส่ for 6 minutes ไม่แห่ที่ทะเลบอกทะเลสโตฟไปดูยังเลยอยากชุดไหลที่ทะเลสิตรง residual heat ไหลแต่พี่ไม่ใช่คิดไหมว่าจู hard boil eggs เนี่ยกูรู้จักแต่ว่า講是 soft boil 啊即是 soft boil 啦 soft boil soft boil 呢股比如果我煮 hard boil 嗬，我們是浸掉水為冷水，開火，隻管嘅時夾走7 minutes 呢嗬，為就變做 hard boil egg 嘅喎。未啦，你夾起來哦。特別我特別做下，我主要係做 the first one because the first one 只能好只能嚴重啊，一管了嗬，你個下落去。嚇。姑娘都係落去啊嘛，你夾去我特別 transfer to the smallest flame 啊 smallest ring and smallest flame 細粒3 minutes medium 4 minutes 我成日是7分鐘本嚟，我哋 try 嘅時候，我係叫我係8分鐘，因為就冇時候食，所以我食㗎7分鐘，還是6分鐘，我未記啊。那是講啊，你 boil 啊，你就愛10分鐘吧，你家會看 hard boil 嘛，มัน就會10分鐘嘅。我特別我是教我 hard boil 條兩邊較甘過，伊無變白，無變黃，伊較甘，但較無淡咧，伊唔是老啦，特別淡。我知。特別你在這邊嘅人啊。當做伊個 soft boil 啦，伊個白，個 still 伊個白定。我冇試過冇係 soft boil。soft boil is soft boil，特別伊個白定了，伊個白一粒出水出來啊，伊個內面女。你是成日咧食 ramen 嘅女啦。ramen 嘅女咩事呢？所以你係女哦，你就愛。你嘛是做下咧，安尼看咧，你做下咧，6分鐘啦，伊個外口啊，伊個外口
啊，對咯，6分鐘咯，我咪是6分鐘嘅，伊個靠定特別南面過 running 淡薄過。running 啦。對咯，我就是6分鐘，成日看7分鐘，就是咁成個壓尾，你看食，แล้ว那時你過較久咧時候，個8分鐘、10分鐘，伊就變做較昏去嘅內。你是無會啦 ，residual heat 嘅就是。6分鐘啊，John 6分鐘啊，伊 still running 特別伊個錢啊，伊個錢 running 特別伊個 back 定啊。啊，伊個 back 淡薄定，伊無講真正定。一個叫 tender。啊，你標你特別你切落其實伊流嘅咧出嚟，所以但是你唔會係你得了女嘢嚇，上個豆花咧，嗬。為什麼人食落地嘅時啊，不落地嘅？啊，係你 first method。first method 啦，就是所以係你 first method 就是成個我是嘅。我是無做熱水咯，我無什麼嘢就，我是頭滾嘅水，我愛得放軟落去，還是就是我無是甲放軟就是什麼啫？我是伊個筆，伊個，哦，你就落去咯，你別使掂落去啦。嚇，無是伊個 ，because 我女我熱水後，我是倒熱水入去我會 instead of 嘅都幫我女入去我會剝落去啦。因為我煮嘅時是煮電嘅大鍋。哦，OK，所以我特別我倒嘅時我慢慢倒到啲邊樣咧，伊就未別咯。但是我創嘅女就別咯。創嘅女別時我真激死咩？我特別係我日嚟上家係你都在諗食攞嘅係你。哦，你鬧。แล้วลูกบานโลยโยเขียวลูกปักแล้วคำแม่ยากวยขีแห่ตีทะเลซีเมอร์即澳洲比啊，但係冇講只菇嘛。你要去浸水嘅時候，你是特別等你水滾嘅嘛，你咪是條蛋。แล้ว伊就上點上，by the time你水滾咧嚇，你內度係你 room temperature 了，แล้ว你慢慢倒你水落去時候，你等下個是6分鐘，個是7分鐘，伊就是 soft boil 嚟㗎。即係7分鐘，特別唔知看佢，唔知啦。我總之等小菇啊買到掉啊，做到咖喱菇煮好了，係到成竹入嚟食。是我就是我本身嚟看我本代，是我是實在嗰啲煮，特別你 soft boil 一往時我就想食喎，尤其是你多數你落地啊嗬，你係豆油嘅學做款咧嗬，你白你落地啊อุ่น呢咧內嚟食真好食嘅。特別食康開咧，我是小食那個未使，小食因為白但冇定樣個冇事㗎。我我是食咗嗬，我剛剛佢食啦，伊是伊個肉啊，不是定佢嗰個伊個肉 white 啊，伊個white egg 啊，最哦。วันนั้น你จะตะเกียบมันหนุ่ยเหรอลำเป็นวันนั้นลำเป็นเซ็งกุยกอข้าวเลยจอนนั่นเรา講先嚇，我聽下掉，我去剪嘅，就不多嘢。OK。แล้วอันเท่าอีลำเป็นเซ็งกุยกอข้าว我就奇怪，點解唔識能力哦？食佢咯，然後就問啲人哦，你講 OK，個桌子好啊，是上貴啊，幫我幫佢做下。女派啊，女。maybe 咯，我解講一擺啊，然後嗰時第2擺就唔是上翻，哎呀，走隻啦。哎呦，個走隻我唔敢食咯。奇怪誒。奇怪咯，就講點解嘢都喐定佢咁樣啊？林面是唔是睇得食啊？睇得食啊，是嘢能是睇得菇呀，冇乜清楚。有可能伊係生毒小菇，特別有靈哦。我冇乜清楚喎，因為是 order 嘅嘛。特別你食是冇靈啊。我食係是燒嘅。我就食個食，我食個湯類啊，湯類。湯我食曬喲，我聽講細漢時每時食特隻雞食落粒。哦。特隻雞個有，人別講雞，唔係別講雞。講是隻雞哦，雞卡食嘅物件。只係雞，真正雞路咪講哦，到頭。你講即今年嘅雞是貪隻雞啊，不貪嘅雞，貪嘅雞，唔是燒餃，特別是貪雞啊，
貪心嘅雞。今年是灰雞嗰咋，咱應該食德雞啊對。免講緊呢隻啊，你看 news 都知啊啦。食類，你可能貪啦，是講下。特別舊年就食咧，舊年就食。你知我知，免講嘅啦。舊年就食喎，嘅小舊年時就食喎。剪到大粒頭，佢只講到講唔使我使，แล้ว我諗咪是小必仔。跟那รู้ใจกับอีใจเนี่ยว่า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เรามา小必仔。誒，寶寶，我俾講到啲雞卡你講。雞卡。哎呦，雞卡好食咯。按照煮，食咩雞卡？雞卡。有no hang way of cooking 嘛？嘅卡，I don't know 煎過有。哦，煎過是成個人去食點心嘅事嘅。哦，是有本啊，樣當時你學食嘅，你學豆油嘅雞，頂到跟你 drive 啱啱咪是要俾，因為是煎過一個咬嘅。有煎過，有無煎過嘅咋？哈。無煎過嘅本好食。無煎過，我較就是食滾湯嘅是食。無煎。最多對於邊頂是刷頭雞食。我豆油。你學嘅嚇，真就好食。煎過伊個靠一眼成個皮，但部成個豆腐，但啲腐竹呢，成個咧啲雞雞淡薄嘅，一啲雞雞淡薄，不準。佢哋無煎，你真係無煎過，得咯好食，咁講。得咯。Di Sungai Nibong, siyo, Lipsin Garden, yo, talo. Hale, super tanker ba siya ni? Ha, Lipsin Garden? Lipsin Garden mau Bansan no, yo. Ha. Super tanker tui din masih Bansan no. Ha, 我知布地啊邊布地，先布地。布地tui din masih Bansan no. Ha. Bansan, 過來後尾有一個有 flat， 然後有賣學。哈，我知哈。冇學嘅嘢咋？我唔知，特別我知我嗰邊 area 啦，意思是，伊是只出名學嘅嘢嚟。伊嘅學嘅嘢係咧一間嘅咖啡店啊，伊後尾啊伊賣雲吞麵啊，伊有賣雞卡，真正好食，無見過，真正好食。哦，我 actually 我較喜歡食咯，我較喜歡食無煎嘅。真係無煎嘅咯，無煎嘅嚇，伊真好食啦，你去 try 看，啊，就把刀對你去 try 看。哦，OK， 我使下邊玩位，玩地頭，先啊喂，玩位紙入邊啊下邊，所以我使去 try 看，你是講佢哋一叫咩學別學嘅麵啊明，然後伊雲吞麵。啊，伊雲吞麵是啲後尾，伊學嘅麵啲面整。雲吞。都好，佢哋晚上呢？雞壁一座 flat 有個比較呢？伊是按上位置晚餐名字吧？是不是阿未教晚餐嘞？晚餐是 super tanker 對面接是啊，我唔知道路。晚餐是 super tanker 對面接掉。對，冇。你上到另外一邊啦，你上到你白加加嘅 sign 下邊，唔是白加加。你出來 from super tanker 係個 junction 嚟位啊。That means the junction where right 就是萬山 left 就是 super tanker that junction 啊。等陣 right。OK， 等陣你到底，你是到底 super tanker 行出來，當然頭前看到萬山啊。你嗱看到萬山，你 turn to your right and then until the junction， 然後 turn left， turn left and then 你自己行 until the end of the 萬山，就是嗰邊有 flat 了嘛？哦，對，嗰邊咪是有賣點心嘅，哇，嗰邊有賣。有本 the other end，有賣雞飯嘅。嚇 ，OK， 我知啊。知啊，雞卡。都好，係你一間咖啡店，end of the 萬山就是喺你咖啡店了。哦 ，OK， 我會 try 看啦。雞卡，特別我媽樣個吹到一位雞卡，我唔知道嚟啦。因為伊是煮滾湯，又被壓推麵線，又被壓卡本嘅。哇！壓卡掂壓卡，然後伊掂淡薄時淡薄又仔淡薄嚇呐。以後我見住咯。actually 我應該自己，我應該自己也曉做，你應該咪叫？是唔是 Terengganu Road 咧？唔知，我唔知長頸鹿得得咯喎。
我唔知伊到日本啊，所以我唔知袂佢講。特別伊有只甜湯嘅是袂甜湯嘅。哦。甜冇上湯。你家己英珠呢嘛嗬？你自己甜一項哦。我係，actually 我有淡薄咧藥材啊，我買入來藥材，好如掂啥物排骨啊，是雞，我係使去買雞卡，咁樣來滾啊，甜下雞卡。OK 啊，會啊。伊會交味啦，伊袂成個講滾了無味無所水嘅味呢，我是點樣下飽？OK 啦，特別都係紅糟啊，你可能點？有伊一包一包嘅咧，我哋有紅糟了啊。特別雞卡袂使滾上爛無好食嘅。我呢度邊有淡薄會爆掉淡薄。冇隻魚食了你哪會紅嘅？我愛。我食你吉利，安尼食素食噗個咧一把。即係吉利，你只攞腦旁嘅咯。腦旁嘅咩？會咩？你只食安尼好。我若是食上女嘅嚇，就係我煮鹹菜粿嘛。然後我係杜卡見落去啊。有好料。 The first day 我食嘅時，哇好食 because it just nice 加落去時，個小淡薄誒。resistance 淡薄。淡薄啦，然後第二日嘅時食落去嘅時啊，我就 start 到 feel 冇咁爽了。吉利 gagging 嘅咧。我冚咩食嘅了去啦，我唔知我老到一地無嚇到，哇！The last day 食嘅時吉利到要死。我suka 食，我使去滾 actually。我使去滾。你 suka 女嘅，你咪滾個女咯，一滾個頭豆都冇食。對嗬。頭。你雞卡頭豆。杜杯。紅糟雞卡土豆三項嚟啊！我係頂到細漢仔食是杜杯加土豆湯。你會使滾紅豆本咋？紅豆啊？紅糟紅豆，咪係上次啦，淡薄啦，然後加即個雞卡。阿卡咧，阿卡控啊好食。來講，我俾講雞就對，講雞。我係控 is brace。哦 brace。控豆要買控。俾講嗰啲雞 recipe，我俾話新疆女廚煮雞哦。你做安怎煮？你殺雞係啥物？我就殺嘅喎，我同你講啊 ，because 我諗細漢嘅時候。你知古早бан山，古早，係是 before бан山有睇雞河路嘅時，你就家己睇家己雞，right？對。所以無人愛睇，所以你無通食雞咯。然後，咁我係講睇呢，到處。然後 after that 時，бан山有睇雞嘅時啊，你就愛買幾隻，你把你個會通食雞 ，right？你點先係時？有通食個濟啦，特別冇講啥當金安尼，食雞啥就為咱食安尼啊。佢真係人食個濟百幾雞嘅啊，我 I remember。然後，所以若是講睇雞呢，就是伊人無煮過來，就是入來殺 ，because 貴隻嘛。冇歹氣。冇歹氣嘅你，安尼講嘅人咧，就要上people。然後伊人就無煮豆油雞。You know， so 伊嘛是入來殺咯。我真係食殺嘅 ，because 啊，你殺了，你去點下你番椒呀？番椒嚇，雜貝不濃啊。雜貝不濃。豆油番椒。整個蒜頭。哦，你係嘅啦？了係淡薄豆漿。哦，我冇食安尼。了係淡薄嘅啦，加淡薄嘅糖。所以伊個鹹個酸個甜。個香豆漿味。你去安尼看點呀 ，is very nice。阿無你去買下你甘記premium 豆油。oyster sauce 無 oyster sauce。有隻雜毛嘅，加一個煮呢。伊就愛下你呢呀，白你啊，無好食呀，你講啊。我試過食咩是豆油加雜貝不濃呢？
運豆油嘅雜白不論我都會食。我那是講殺迄個雞，那是迄個雞真係 fresh 嘅哦。啊。你係豆油 pepper 加豆油 pepper 加麻油 sesame 嚇 sesame 都好食了誒。特別呢，這邊嘅人啊，這邊嘅唐人啊，你知影是個食安怎？啊。伊人是個食係 chili oil。哦。了，伊人係迄個烏醋。哦。啊，伊人係 chili oil，係烏醋，係豆油，係糖，係 lemon。我是個食迄個人食雞飯番椒。啊，我本暑假迄個。啊，你係嘛？無講真歹做，寫做好就無做。Actually, one as you call sake, anything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it's sake, what anything goes. 你sake 按照啥個未準啊？你就愛參加，你就愛 poach 伊個，係雞油，你係薑，你會蔥，不了落去啊，你幾隻雞係落去。I mean， 菇那個係。คุณโมรู้ใจอ่ะรู้ว่าสิบวยรู้ depending on whether รู้บวยฮะเลเกทัง to be clear or you want the เกทัง or รู้บวยของฮะเลเกทัง so depends อ่ะ if รู้บวยฮะเลเกทัง clear รู้จะเล็งกุนที่ไหนอ๋อรู้เล็งนี่เกจะเป็นจิบอ่ะลงอ่ะนาสิก้องโบนี่รู้จะกุนชีกุนเนี่ยแฮโลคีTapi one of these คุณ追係落去了，你可以，你只係記落去啊，呢度冇係咪啊？呢度冇管去啊嘛對，所以你就係可以到對去管到對，แล้วคำพูด管係是管了係是3 minutes 你คำพูด哦，你3分鐘แล้วคำ一回一罐後成啊，罐了你花3分鐘了，你冚開啊，你夾一個掛計冚出來，然後可以浸個冷。哦，浸個300水冷去。你咪貼出來 shock you anything 啊？然後你個夾出來咯。哦。呢度 poach just nice。你使當今。你使買成個，你使用上個 method 來 poach 伊個哪伊個帶呢伊個吹啊！我無試過食，把你為嘅，我是個食。會使，特別若是講啊，你安尼款食我咁玩 steam 啊 ，you know why or not? Why? When you steam, you retain 伊個 juice，伊無走去水位個了。tapi steam 冇咩想咯嘅辦法我啦啥，你 poach 一個，你 poach 你使嘢來煮一個飯嘛湯。你 steam 嘅有會流水出來本嘅，你而你去煮個飯咯。我有 steam 嘅，我是特別時間我是個講真呀，伊 steam 嘅嚇，吹了係係醋，係米林嘅醋，甜嘅醋，一般啊。倒落去啊，淡薄鹽，吹時係淡薄鹽咯，แล้ว係淡薄薑，佢吹食嘢時，倒咧醋落去，甜嘅醋。แล้ว哇，你計係你食辣路嘅咯，真係係，伊接啊，伊醋參嘅伊雞接啊，400好似係交杯。我有啊，阿 John， 有是唔是阿 John？ 有啊，我當然就有啊。你個白行咧，要做較白行食較特別嘅雞咧，讓自己按照煮按照無上較特別嘅，成日你要做咧紙包雞啊。阿 John， 紅燒龜。以後你好看咩？以後我看。紙包雞。紙包雞是抓包嘅雞，你隻雞嚇。你我看到是蝦米哦？係一粒有一種講係你雞煲啊，嗰啲你雞煲會有你。哦，我知，成日你撥到一罐啊。應該當隻驚。
哟，我惊。我上講係你來就請見到一隻嚟物件。你報得啊？係咪？紅酒龜。係咪嘅？紅酒龜。哦，紅酒。紅糟雞。哦，紅糟雞成日聽過人做講 remind 我下冇咩記啊。紅糟就是係你酒嚟啦。哦。係你。我不食過。一隻當酒味嘅，酒味酸啊，對，酒味酸對。按照做嘅你是吹啊，是倒意思啊？唔知你話有食呢？你講我買咗咧是豬，然後幫加落個豬咯，豬啦，然後就炒個嘢食咗嗬，伊就個幫炒下嚟炒。如果叫嚟豬，等陣豬就係這樣嘅辦法。豬你想做，你要成個係成姜啊，上面去炒。有，所以幫姜咯，幫雞，然後幫嘢味素咯，然後幫下味素咯。冇油哦，應該是冇幫。冇油 ，OK。冇油，然後放落去啊，然後炒個嘢雞愛食咗嗬，過來幫紅糟落去咯，幫嘢紅椒落去咯。哦。然後你看豬濕咪有湯啦啦。有湯嘅。你是紅糟椒啦，紅糟椒。誒，我個另外隻就係隻是人讀不多是隻啊，係你雞椒啊，我們就講隻。黃色嘅椒啦 ，yellow wine。伊米椒，伊是actually 咩用係你椒咩？你話上你燒成椒咩使？你我是係椒，我是比如你椒配脆啦，特別我冇。係椒，有攤脆，你去 Chinese 食點脆？你就嘅，你就 rice wine 有攤脆。特別一炒味哦。別啦，伊椒無炒味，椒甜嘅椒啦。啊，少，所以我是係你燒成椒啊，自己加糖。我係隻姜，切咗隻姜，了加啊，冇係黃梨，我近係姜咧，姜加炒姜杜米拍麻油加姜杜米加烹嗰時係雞白去炒了雞白嗰時候都係豆椒啊，嚇都豆椒之期，而且我冇做開豆椒，豆特別水嘅是個豆椒，แล้ว個滾呢時，但是嗰個時候呢是伊 evaporate， 伊都係做點炒嘅時候，伊走去味，所以伊卡你都係個蔗椒嚟啦。你係特別水性咧，是個甜椒嚟，咧滾呢是個味素無香咧，John。我唔食過迄個正嘅咧味椒。係你做味椒嘅味素嚇，加即個小香蕉無香咧。是啊。無香。嗱，查某寶來啊 ，MC。Hello。對，查某寶。但係一看上面我做亂嘅了，小雜。滾水罐，唔是滾水罐啦，滾水罐到阿俊，我走了，我一定2點幾了，愛到3點了。嗰陣你都冇做工。我都係靠下問我做咩咁冇困。你講你話講你俾你做紅做椒喎你，你講你講你話講你叫雞。阿 John， 我希望我係講啊 John， 比我買得講下面就一步，講我 as long as 你個冇 trouble 個冇有驚咧，你做面入邊我一教 report。哦，教 report， 我想講，我想講 as long as 你冇教應該冇驚咧，你對曬去叫雞。好啦，你用安好啦，安好了。Oh my god！我講句嘢冇話肯講話。講起話仔到嘅。OK， 我走啦，走先啊，拜拜，拜拜，頸黑仔，拜拜，拜拜。查某寶。啊，咩事？雞，你叫雞是叫愛雞，還是殺雞背？雞背啊？得啦，我雞背我還沒store啦，還沒點。你平常時是個食你殺雞呢，還是個食？還是個？都是愛看咩人煮的啦，安怎？
有的人的小雞無好食的，有的人的迄個白斬雞無好食的。哦，所以就看看出名未？哈？就要看大啦。就要看大掉。你說上一單攞來好好的呢？攞項目好食呢？你說講你是你去叫地好食？我只看過國店物件。我就是知妹妹啦，你咁玩。我係過得到咩話？你話咁咩就我係食一個，我唔係食你。你個大粒頭上，你 OK，所以你成個講，我是15-16嘅。你第一好食嘅燒嘅雞一半，甲第一好食嘅白斬雞一半在你頭前，你要學你揀一半嚟食，你要食到幾？小雞。小雞，但係是小雞冇條件，愛有老食。哦，都要老食，哦，個條件咯，哇！白斬雞都要愛有番椒。好食。你是個食雞哦？我啊？嚇！我哋是個食雞啊。哦，雞年咪是啱咯，你做咩咧？叫你雞年咩？我是個食難多啥？白斬雞啊！難道是小雞啊？即 Kenny Rogers 唔是小雞本啊？冇好食咯嘢，冇好食。唔知啊，我食久冇食，應該倒大了嘢。咁有個我捌看過人 post 過 Kenny Rogers。冇人嘅那邊講嘅喎。Kenny Rogers 正當我到啲 KL 讀出嚟時就食啊。啊，那古早了，難道出來是，馬路難道有迄個 app 是，所以你達到食有貴30塊，你會 collect 伊個雞咯。你感覺唔知第3包嘅時，你就攤過到一根。哦。你看呢，我就食到啊。所以你哪叫直接叫雞就對啦。哈，直接雞。怕對在，但係聽到你講啊嚇。佢哋做過人食嗰啲物件。嚇！我本身真正是個食人做過。我要嘅。喲，誒，攏講冇要 continue 講，我未去講。我未講，我成日查住嚟呢，我個食物件 continue 食物件乜人。嗱，就我冇講，你講我 continue 聽。我是個食人做過嘅麻油雞咯，แล้วก็有佢哋麻油豬煎類啊。哎喲，麻油雞啊！個有薑絲嘅，好食哦！伊是薑絲 scramble egg，然後係椒嘅。個起腐咯，你叫雞，有雞啦。我們樂人講係白醋嘅，好食哦！也可以做好人食。as long as 講到雞，你講上我都食咩雞講法？係咩雞？麻油雞、豆油雞、時尚雞，冇用鹽做嘅。燒雞絲。嚇？燒雞絲。燒雞絲？燒雞絲。燒雞絲啦。哦，燒雞絲，我唔是講食燒嘅雞絲，龜頭大咧。我真係真係好食嘅。比如我對 October 2015嘅時，我冇去嗰邊 unfortunately。嗰一個幾好食嘅，就是鹽去做嘅 salt bake。跟當話就是鹽焗雞。伊叫做迄個鹽雞。鹽雞。鹽雞啦。好食啦。鹽雞啊，伊個雞啊，伊也去迄個鹽去逼嘅啊。伊個雞 castrate 了誒。係你話唔？所以伊個雞較大隻嘅啦。我到啲 Boston 嘅位，我知有一個位。我 normally 去嘅，特別迄個位無講特擺有嘅。然後我知嗰一位好食嘅，就是到啲紐約嗰邊。迄個位我 every time 個時我去紐約，我就是去嗰邊去食了。伊就是一個 restaurant， 伊個粥好食，伊有all sorts of 粥。哇，好了。伊 specialize in 粥誒，特別伊有賣雞飯。香港人做嘅啊。飯，但伊有鹽焗雞 ，and then of course 你 especially 叫人炒物件下你，but 伊睇咧規個店 specialize 就是粥。actually 粥是伊煮一項款嘅粥，白嘅伊夾來係八項物件落去就是。
无上比塑料嘛。I think so 啦，應該是香港人開嘅。香港人開，有 abalone。香港人呢會做足好食嘅，別人呢做足無好食。abalone 喂，有 ginger 加 chicken 嘅粥，all sorts of 粥啊。One whole list 係it always full house 嘅你點？是咯，香港人呢做足好食，伊人係粥呢真正骨嘅，都無香味嘅。有咯。所以嗰時我 every time 去紐約我都去嗰邊去食。會哦，就係去會哦。伊 Chinatown 呢？哦 ，OK， 你係 Chinatown 離開路，會啊見。到啲紐約啊？嗱，John 對嚟啊，個入口上講，你係 line 回去，冇聽到你聲。我去飲嘅食，我們是食雞，我食 chicken pot pie。Chicken pie？Yes。你家己做那是你買？買對嚟家己補，意思。會啲些啦。Because on ice storm 嘛，所以我 stock up 我出物件。哦，是啊。落雪我會。落霜。落雪我會。未刷過，今日較濟個，今日。可能要半寸嘅 ice 啊。I hope 今日無落，馬仔都無落，後日都無落。好夾，我對厝一個落。落係咪有落咩？我揸落日落。落是落 snow 落雪還是落霜？落雪落雪。但係我講咩話冇對象講咩嘅？冇鹽焗雞。講食係講焗雞，那個講粥。哎呦，雞粥。那嗰個粥佢。雞粥還是粥？食過，我先食過，叫做粥我食嚇。你冇食過粥啊？你嘅粥我唔捌食過。你先食乜鬼吹啊？係啊。我先食過去我講嘅啊。見過。我做雞粥我都食啦，แล้ว係咪咯係？你過嚟過來哈，過嚟過來。太有面啦，ลู係啦，叫人食個叫人過嚟啊，伊家家。冇啦，新疆乜人食粥誒，辦當時哦。係啦。買豬包梅嚇。我個你講得好笑，當時嘅事，我講新疆煮下面，我講要煮姜糊骨牛奶我能咩？你冇邊嘢做啊？你做姜糊骨？姜糊骨啊，那笨蛋，冇人食。姜糊，做姜糊。鹹魚個冇好聽。不要緊嘛，鹹魚翻生嘛。好嘛，係呢啲好。我做咩說先食袂使食糜？我諗先食菜都食糜咯。冇啦，創掉做咩啦？先食你是食這水鴨菜？冇啊，阿妹dinner。係咪啲呢是應該食個個喱啊嘛 ？before 先食啲食到切嘅時，阿妹對煮白糜配嘅 leftover 食呢。配隻油菜還是你配咩？我都唔是油菜喎。你做先食菜係咩講啊？馬路啊！一雞啊馬路，個模特呢？叫咩？叮當。我當時去我想個阿媽個地下面嘅時，特別去做刀嘅嘛。係我細漢時我第一 happy 嘅時，我第一個先食嘅時，應該有紅包啦，有物件食啦，叫人鳥到紅包咧，無叫人付紅包。當機咩？當機冇紅包咩？當機無暑假了，紅包叫水咯，頭一條紅包叫水。然後我無開啦，紅包就亂又無開。特別咧。你特別倒卡手啊嘛，對唔對？你打去投票。
未，馬路我人變 host 去了慘了。哦。然後嗰啲人，我特別我愛做 guest，但係冇談。因為都冇啲我人愛出做啊，本時我人愛 prepare food 做。按照 prepare 咧，你去啊，你 prepare 是幾去？伊人 expect 開喙之嘅咯。你學得 draw lots 啦，你講 OK，今年我人 draw lots，開始 draw 掉。就是啦，只係無數家樣嘅型嘅，睇一邊啊八邊啊，但係我人做緊了咯，我係買到邊薄落咯，嗰啲人嘢咯 ，OK 嗎？嗰人嘢貴行嗎？你特別做啥物？你佢當下煮嘅。我我人做較濟做 vegetarian 嘅物件，像個 snack 啊、party food 啊，你看都較用，做 dessert 啊咩啊，因為人個做飯啊咩咖喱啦，咩看。30蚊先。30蚊啲出錢呢？啊，做好了啊你，我買勁係你燉冷菜嘅了。咁隻飯嚇，依家咩啊？真濟伊就較勁嘅。伊個家咧咩煮豆啊，煮物件落去啊，去煮幾粒，係嘅提起來嘅去煮幾粒，煮湯了，等下食時加出來淋油料嘅。咁不如海參嘅去想洗物件去甜啊，你看家己煮。有都成日講，我人特調先，講你先食菜都是有幾行嘅，我人特調嘅啦。但係我係咪啊？我嘛做叫咩？係咧，我家係咧蠻光嘅。哦，你唔是？唔是，我家己包出個蘿蔔，我特別肥嘅。哦，有係土豆嘅，係咧，咩名啊？係咧，光槍啊，光槍啊，哦，光槍，光槍唔是用嗰啲大咧，嗰啲大燈嚟煎嘅。冇，我人買嗰啲腐皮啊，腐皮嘅味道幾配啊。光槍啦，你知啲咧光槍。啊，古早嘅maybe古早嘅愛用嗰啲加個喱啊，加油嘅。有我是搞。冇啊，係你都寫前期啊，你就愛。以前一円嘅呢，像個馬山你看呢啊？唔是。以前個地圖棒你看對唔對？哦，你冇上嗰啲。嚇，你是用嗰啲？係是幫成油。誒，特別我真係暑假食嗰啲物件哦，我知影做做時，哎呦，我咪要炒啊，幫時做個拌麵，佢幾少油㗎咧。我咪食醒起來咪食。佢哋冇食，佢哋叫做幫成油，人做條掛件嘅。哦，你好食嗬，食起來是好食，做時我又炒啊出㗎了。佢哋是條掛件。呢些是成個油嘅棒嘅咧，嚇。以前個 spider web 你看啦，一呢只爽嘅嚇。特別要做就冇爽啊！你個係咪咧？你講就煮炒，你煮油嘅味真正炒。你個係咪物件咧？你先正菜定到。糖水咯，我暑假食，馬路我係買到少做糖水咯。糖水即係糖水勁啊，薄泥啊。蓮子啦，白果啦，你看。哦。薄泥嘛，那係糖水。唔是薄泥啦，我冇食過薄泥。我有糖水有白有啦，白薄泥我知。薄泥你冇食過白薄泥嘅糖水咩？我係是 called snow fungus 啊 something 啊，唔知。一部 NO 先咪放薄泥咯。我人特別哇，隻 NO 啊。哦。薄泥㗎。is white fungus。白掉 clear 嘅。伊是白薄泥㗎白薄泥有勁乾㗎啊咩啊？哦，白我有時啊，我baru cak wujud white penyu啊，一煮一個糖水啊，伊係勁暗做薄泥啊，了到一項物件哈，唔知係咪來啊？桂花是唔是桂花？伊上個 jelly 呢，tapi brown color 嘅，仲唔知？桂花啦，是哦，人係啲 jelly 嘅頂頭嘅。我食看係咪？伊是 jelly 嚟啊？伊唔是花來，伊俾上。唔是花來，伊上個有紅色有色安尼看咧嚇。伊是 brown color， tapi 你加落去俾上個 jelly 啊？係啊。唔是。大粒。啊，嗰一地啊，我上個。伊是切嘅啦。啊，伊唔知有貼花哦，真可以碰啊，是咪我唔知。碰大海啊？唔是。伊到啲中國人，佢嚟咧，伊做我食，叫我去厝食。哦。唔知係咪做嚟嘅嗬？是啲就係做嚟嗬？我唔是，伊個 jelly 啊咧 ，transparent 嘅。伊是成個。啊。
係 transparent 你只好食呀，特別 QQ 呀，冇，伊冇要 transparent 係喎。要 QQ。啊 QQ 啊呢，伊上加 about 攞筆位位大地位細地呢咯，你想講唔知係咪物件嚟？伊是伊嘅啦，冇 shape 嘅啦，伊嘅切了，啊，上一地呢，了你每伊啊，伊個講未出，互我聽是係咪嚟，我就未曉。哦，你每鄧人字要寫鄧人字哦。有時啊。你每寫鄧人字啊叫啊？啊，我翕相影啊。嚇，你叫啊嚇？嚇。我唔後。搭過伊件物件好，你捌聽過烏色嘅機子哦？唔捌。嚇，就是伊件好啊！你烏色嘅機子，你我去 check 你知哦，我去 check 我 Google 有喎，有安尼款嘅物件喎。Black goji berry。哦。啊，macam-macam Tiongkok kan cing gian ni, all sorts funny物件。啊，我有一項我當我寄好你，我有摕小影起來 ，because 我去嘅時，伊寄互我看啦 ，all this 啦，all 嘅機子啦 ，all sorts 啦，所以我咪是摕小影咯。你到美國英國朋友啊？嚇，伊是中國人嚟。我要想看，如果新疆嘅，就我如果新疆嘅菜係咩？我人食呀。嚇，講個三項你。你看啦，拜係你咩啊？係你叫咩？提供。廚師叫咩？30個會啊？30個你講起啦，嘛愛拜係你做工作嘛？嘛雞都燒吧，安尼款啊。係你拜人講嘅物件咯。你攞食啊？有陣時咯，normally 我媽媽食嘢燒起來，我唔知做咩。燒起來又嚟炒學豆油，一直配網下拜，即係而家咩事？冇啦冇，我唔知嗰一盤大做，because 人拜了就要食咧嘛，迄一盤大去做咗，嗰時毒係咪一盤大了？伊就講，plastic bag 嚟個知咯。安尼咯，了食阿邊嘅菜咯，because 是煮啊，係拜啊，係都要食啊嘛，真緊張嘅。你雞按照煮會曬啊？冇啦，伊去買個小雞啦。哦，我是了食迄個拜嘅物件咯，你唔係愛有啥物啊？蚵啊，人講蚵啊。你食蚵？唔知啦，你嗰啲人嘅嘴講呀，講了免做，講句。第一波斯卡都先嚟講，第三做大漢做波斯卡先知。哦，你都記得。是啊，等下我係先知聽到，有波斯卡先知。誒，即係講可以聽了，而家鬥卡手甲我做。少。今年唔知安怎死咗，because 我人無印尼波。菜。誒，無印尼波呀，係啊，知道先你。我錄當點介紹伊聽，變成福建來聽。Hello， I'm the 嘅，阿你喲，顯樣哦。你樣來時，你幫我樣聽啦。係啦，多時只出嘛，見你。唉，我同佢咪講，我俾你 plastic 嘅物件，嗰啲係點？因為佢係賺咗做咧啦，嗬。嗰時我試一個禮拜，有時來綠廚嚇，有時來綠廚是不是？來我廚拜哦，然後順刷食哦，也吹來哦，也吹來。你怪你 DL 啦！一隻條啊，單都所以就點解冇搞到成日款？因為我人去別人嘅厝嘅時，我人唔敢款做咗。哦。你歹勢嘛？話你大粒時哦。冇嘛？未殺嘅時，你講今年我冇印尼波，所以很多其實我做咯。叫你嚟鬥下超。我冇在掉做印尼波，所以當見若是講個了要嚟厝食安尼，家己 self service 啦嚇。家己講。阿無你買食咯，我係第一句。阿無買食咯嗬。你可以嘅，你度問講啊，講係笑咩？你嘅就小英啊，翕小英啊，嗬。了翕去 internet 隨者好隻面翕相，咁叫喺 WhatsApp 度嘢，嗱 serve 咯。呢邊話放過喺啲大包。哎呦，大包好正嗬！
特别你未 imagine 你知安尼款，你古早人有印尼保本好啊，我人家斗卡手的嘛，对唔对？你知卡汤啦、卡梅啦，夹之类夹，迄个爱洗啊、面啊、油嘛。你未叫嘅咩？你未叫？來打卡手。哎呀，伊上個咧，我講叫細漢嘅啦，成個教我人上嘅啦，叫伊咯，嗬，伊笑來咯。伊慢慢笑，閃着你看咯。今年我特大大聲講嗰度。啊，無伊你播啊，你目睭看哈。你 report 好啊？report 王嘅。買啦，等你只聽點乜解？但我嘛聽到哇無可以啊！你咪真係看笑誒，咩？派做人乜咯事啊？哈？做好人小姑啊，唔是派做人，做人小姑人 take for granted 哎呦！咪好好講咯 ，because 人那是你好好甲人講，人唔計明白嘅啦。那是講特別有啲人，假了人無 agree 在長人誒，迄個較老誒人樣愛面嘛。啊，不要緊，我做啊，即伊心唔是安怎想，伊喙講呢，愛面誒事。你是說講愛講人拍鬆咯？愛講人拍鬆咯，咪做工。就是有咧，就是那是伊會愛得，伊有咧人想 look。有人想生，你 expect 你做過了？是人生。Because 舊年你做嗎？舊年你做嗎？一落來你做，大陸一落來都做嗎？一落來有印尼波。啊，比印尼波本好啦，我人不是鬥卡手嘛。印尼波是人嘛小氣死氣啊！伊干那是洗呢，你下底邊一洗好你呢。啊，剩的物件不是我人做嘛？嘛是洗，伊洗就夠嘅啊！係啦，伊個手就戒啊，就買手浪互伊啊。我是講啊，有啲人是面皮舊啦，一隻頭。冇解啦，我講冇解就掉。Wash，你下邊啦 ，wash your own plates。你係 self service 擦掉嘅，係咪本 self service 係即勁處？你啷只 self service，啷平時是食咩物件啊？啷就會人學晒。煮菜啊咪啦。所以你日頭講似啦。差唔多啊，你看咯。有成個講冇啥條小刀卡背啊，即啊，只冇，呢個應該是八里啦，maybe 是長人嘅，我拉薩是長人嘅款咯，成個你是大波，你免做啊，你是人客，你免做啊，安尼款咯。喏，迄個人來你厝嘅，就是 in terms of seniority，人客，但是家己人都無叫做人。都是伊人當伊人是人客安尼款。你家己人都無水人客啊！當然他們你是伊是唔是伊輩分較懸？我係輩分，即係貴你 family 來啦。Of course 有你管過我，有你計過我嘛。特別你計本無打下手啦。計啊？少較少是輩分嘅。誒，主要我個較計來，你知做咩事？那是人較細漢嘅啊，伊嘛好將搞嘅攬掉伊人，免做。哦。係咪免做？你食係時伊囡仔掂啲頭殼，家己走去食。哇！我看過這個第一隻啦咧。哇！你梗係杜爛咗咯，成個。我杜爛嚇，成個正我真正白條做，你看，特登我講我話是正，我係食啊，我咪。當今咪是只人聽先，只去食行就是驚啦，補個半死。我今年都食行咯，冇咯。咩你食未來嘛？那是我走啦，我係咪解？我係咪做個了？冇啦，我就走啦，伊人會曉講 ，OK，家人家己出食，我是未啦，你 expect， 你做啦，但你唔是你做咩一句話呢？聽本不會，然後都咪聽，家己做 ，OK， 食咪食爽，安尼款。我直講係咪講煮間呢？這做咩煮間呢？好料做咩人啊？冇講 thank you 啦。這是我說你倒下手你嘛煮啦，特擺是。佢伊辣點你咪佢倒下手嘢啊咪，你 prepare 時咪教下手 prepare。啊咪哦。咪就去買菜，買燒順道不是一個 problem 啦，都就係順道。because 是30蚊嘅嘛，嗰有車銀嘛，但係車二嘛，但係車三嘛，如來就這人來時啊，哇真個嘢。有本事我嘛家己啊嚟，我爸我嘛家己愛面咯。愛叫人來，為啥咪叫嘛？我就冇 cam restaurant 嚟嘛，叫落去好食啦。為咩好劇啦？你諗下。係啦，依個冇好物件食咩啊？嘛是 frozen 係咪個？啊，你出來食嘛是 frozen，香嘅嘛。
我煮緊啲 fresh 嘅黃椒，唔是因為等啊，你彈掉嘅物件，我講人我講食不鮮軟嘅了。今年是假年，咁樣去買一人一個 bucket KFC 嚟。係啦，我特登講講，哎呀，你看party package 啊，免買安尼濟，你無欠到面咯，你拍電話送到你厝咧，開 party 嚇，較好較英國。你怎麼不該回答？講得是這。我唔是成個輪流做，嗰邊有見到就。啦，冇啦，你講嘅對啦，你是樓頭哪有啲事？你真係 sometimes 啊，去個別人嘅厝啦，我諗未記 food 去到就，廿倍愛去都 expect，你會想安尼看啦，做會變倍嘢嘅。But end of the day, 你會買人actually 係咯，到時人愛帶人做咩事咧？伊兩個見。是咯。愛做，但是個伊人愛做，你咪是冇經驗咯。超寬，大粒頭講唔是樓頭那，你是超寬嘅。一齋特別買做啲 man 嘛，但你咪是做做，所以我去叮當咧。因為伊人我講伊未曉煮食你看。難啊，未曉煮食。但是我會曉，我今日打卡車做一句爾，走去頭前看 TV 吹下講。你未曉煮食，你食蝦米？你未曉煮食，唔要記才會曉食飯碗嘛。食飯碗。That's the point 啊！講未曉煮食了，你食蝦米？360年。George。甚至啦，外口食啦，外口通食啊！無，就是你講未曉煮食了的時，假使你有出去外口讀冊的時，你食咩？食屎！大粒頭，就是伊就是360CG 無食，但是食。又貴啊又攞咧。咱先食時來食啫。哦，嗰有一項物件先食，但都有食誒，杜卡。哦，杜卡咪安怎煮誒？杜卡炒啊？冇啦，我食嘅啦，冇攞攞豆油攞。嚇，我食嗎？啊，我杜卡都食菇嘅，唔食。咬。女。哇，別怪你穿啊！你煮隻正面。啊，你知你知你 stop 啊，我嘛 stop 食啊，有6厘啦，6厘坑咋？嚇。內邊有4厘，外口有5厘。杜卡咧。伊特都無用嘅，伊愛坐本袂通坐。我看見你，我講你煮緊你坐呢，你過來煮咩事？我買咗，拜拜，收檔啦，今年冇啦。是唔是安尼？若是你 imagine 是你啦，若是我講我是我啦，買咗我出 WhatsApp 嘅啊，你 notice 咗我今年我無煮啊，我去 vacation，你未啲厝。我有朋友安尼看到就，大漢鬼話啦。伊不是講伊嘅親戚。人家講，你厝較大嘛，錢來伊厝了，店面成個搬家己厝安尼，然後伊知啊吼，伊開始食吼，伊甲伊囝講，我人無愛去食飯，特別不要緊到去 road trip。好，這是走。Because 他愛走伊人嘅事，伊講我互你人做一年，冇一年，幾後買啊，我頭走，嘅，伊講未佇厝本買出聲，驚死！這是人乜嘢？就我講，你當今你會使做 many 嘅。plan， 你快是啦，問題是我 parents 買嘛，愛邊嘛，呢是 problem 啊。你買佢樣講，你快去買攞掉啲個樣食飯，你講我hành lucky draw 伊叫你換掉面一頭烏去啊。你無啦，有人是你啊，啲小迄你爸母愛好客啦，人愛歡喜人來食，可能歡喜啦，有人是。แล้วรู้โจกับภาษีแล้วรู้ก็จะต้องหัดชิวล่ะ我媽媽是要做แต่พี่ลิมาบ่เหี่ยมล่ะ我講攞個嘢嚟咯一姑娘ต่อ這咧อจุบี咧อจุบี新疆菜啥物你จะไป講到新疆菜你是想到幾行3行講啊อจุบี嘛沒有掉應該掉我講係咪意思新疆菜，我唔明。新疆菜咯是新疆嗰個食菜。冇啊，嗰啲咪是香嘅。你是平庸之食。爆虎啊！你講爆虎啊，爆虎。拜硬講拜做工作嘛，哋嗰啲是香嘅嘛，就是阿咪有嗰啲阿咪阿咪棒光茶啊。油茶。
บางคนช้าแล้วก็มีกุไลเกล่ะในข้อในลาลาสัสมีกัน甘菜鴨我有食甘菜鴨一定你試下用我冇食過甘菜鴨แล้ว杜多湯真正是就是食有當時有杜多湯甘菜這個豆腐叉就是芒果叉啦嗰陣時福建人啦是唔是福建人啦福建人嘅 food 啦我諗唔是啊哦你係咩人嘅 food 尋我是咩啊客家尋嘅調椒都尋咯哦咁我想啊咁我想我係媽我知我係媽是調椒我係媽邊是調椒人我係爸邊是客人你忘記我人食福建菜冇 fusion 啊 fusion 我人是食牛肉咯當時個係咩啊當時我是叫烤吧咯烤吧我食嘅物件覺得冇相嘅喎三拜蚵仔菜包豆腐英菜豆腐英菜不啦蚵仔菜包豆腐叉係三拜你用日菜咯我冇食呢甘菜也得有啦甘菜也得有杜多湯咯你殺雞咯嗰時係你咪虎票湯啊虎票湯我冇煮你吃咩我煮然後你甘菜係什麼然後切爆糊啊然後你杜卡咯咯冇啊炒麵特別愛炒麵唔知做咩事啊麵食一頓咩唔知啊伊講有時做公司嗰隻麵三星人嚟講啦但係杜卡不是為咗講你我公司嗰隻杜卡特別你本人食咯就見啦伊講愛擺嘅冇擺袂使但係伊講伊袂食飽個我唔使講我煮嘅是食菜㗎啦是幾嚟擺啦只係30咩事早起早起煮啊咩食冇食 lunch 啊又係波對你30咩咧是30咩去我嘅媽阿平嘅位別人煮薄辣我人煮淡薄薄辣是啷個咩但是做迄個咩叫咩點心迄個係咩蝦羹啊是有蝦羹蝦羹蝦像個蘿蔔安尼特別唔是惡食嘅加腐皮來包本嚟尖粥啊尖粥我唔是蝦啦唔是尖粥安尼款煎嘅物件食點心嘅物件了dessert 咯咱該無想咱貴先正他邊他咪不會食他邊個 easy 較凊彩無我馬上是有包蘿蔔好像是有頂到的是好香成個是我食久無對先正食久無對而家我唔我當見我媽媽無煮啦先正較少煮啦我對是我唔是先正是我有煮成先正菜啦我是叫做先正菜但係我未了來先正菜是蝦米物件咯你有真濟人來你厝無你無安尼可能垃圾但是有啦你就是甲我相 feeling 我是去人嘅厝我厝是我厝幾人爾咯我頂到我媽我弟是都有當時我姨有過來但冇特別即少啦即第間是少過10人10個人啦可能較少人是老生嘅是我屬格白鐵公嘅是我屬格老生是出去個 hello 啊老生冇我人家己個嚟人啲出來 family 一個 family 人啦老生然後食阿你攞冇嘢攞啊叫咩唔知叫咩啊我係嘛煮即係時間迄個糊成 fresh 嘅糊安尼款入入去阿你冇可以食嘅食爽啊打邊爐安尼款把嘢俾是冇嚟啊我冇食過我冇聽過我諗冇你老生都家己做用菜啊安尼款做嘅有生係咪生咧你生係咩咧係你糊咯魚生嘛你魚生是用咩糊啊salmon啊係咪糊嘛會使冇啦我諗會用salmon啦切下你糊白แล้ว點落去咯我冇聽知啦點落去可以食佢哋唔會我知唔可以食得真好食我notice上我對佢本來也是啊我notice人馬來西亞人屬個食 salmon 啊是啊salmon 啊 tuna 啦 all the deep sea 嘅糊啊古早先嘅是佢哋魚生啊是用佢哋金棒糊
咁模糊咩？真係死嘅掉到。叫咩？唔是唐殺嗰隻你叫咩？龜膠，你妖啊 ？Catfish 啊 catfish 咪陀實咯，唔是唐殺，唐殺是硬糊。猎狐啊，你唔是似嘅咩？人佢多隻誒，係咪糊啦嚇？細刀糊，細刀，唔是，細刀都好玩啊！佢多只都是猎狐。猎狐啊！猎狐啊，對啊，你講對，咁樣你唔是似啲喺你肚裏面啲咩？我直想講，你食個抓，是唔是猎狐？唔是啦，特登獵狐啦。日本猎狐啊！猎狐就是人開多只嘅，伊個狐咧就是真正濟刺嘅，真正濟刺嘅。古仔都你開。古仔醫生啊，是用獵狐嘅，你知哦。哦，呢是車哦，是車狐啊。佢哋獵狐你就夾對嚟啊，佢哋獵狐就愛畫，然後伊獵狐會加人嘅啊，伊會佢哋。出去啊，真正 strong 嘅，哦，加落去佢超會對啊，所以你插一支嘅，嘟，係咧，唔是嘟咩？係咧插可以加了啊，撲你頭殼可以顯嘅，冰山嘅，你話你加嚟白你就可以白，真係啲嘢 good 啊，誒先就係琴日掛出嚟，你醫生負責當經得路人做嘅。到了考慮烘，即講你講獵狐就是人開多，迄狐你講就是開多隻嘅嘛，是唔是？對。啊，阿莫叫咩？真正濟刺嘅。阿莫叫咩？我唔知啦，我再講就是有一個蛋到啲本來我唔知啦，當今我唔知有冇啦，古早我。他才點先是我在本來有一個大白獵狐糜，真係好食。哦。大陸位啊？Song River 個有賣過獵狐糜。哦。伊獵狐糜真係好食。我古早他才是我parents usually 打包 from 嗰邊or other place 啊，但伊獵狐糜嗰邊真係好食。有冇啊？咁你講就你成日你是一碗一杯糜咧，是浸糊到啲咧糜嘅湯去食，咱食下你講。你在係你steamboat 嘅係你攞插電咧，係你糜 base 是，你係你素嘅 base 糜咯。你有料嘅啦那邊。哦，係咪料？有料嘅。我冇聽過。更料豬啊，面啊，真係好食嘅。哦，你做嘅時候，冇你。你攞生了嘅時，你夾你好，係你柴膠好了嘅時，分開隻啦，成個食得咁悶。哦，係，我成日都這樣咪嘅。其實攞生嘅，其實。頭先你講，你講係咪怕你好可以試下，怕你好可以顯起啊？我成日掉做咩？我嘛未 complain 了吧？你未成個話你 complain 你借人嚟啊 prepare food 啊？你講係細漢嘅時啦，個加食啦 ，because 人古早無。maybe 啲根本無你market下面嘅，你愛食雞，你特別抬雞；你愛食鴨，你特別抬鴨。所以抬真濟啊！所以真正古早嚟講，哇！家咧物件無攤買嘅，家咧用手做嘅。因為我食嚇，嘛你哎呀，market 有攤買，車子就開啊，唔要緊，我去 market 買，所以伊做啊無 complain。伊拉實際。你特別學者咧，咁你買哦，冇 complain。但當你時候你買講你對佢抬雞時，可能加 complain。我買到 KFC 啊！你個咁我講，我咪 KFC 俾曬擺啊！你冇頭嘅。我講我見難到你講頭咧，我見到我除頭。係頭杯嘅。特別我朋友冇頭嘅嘛是叫佢擺個亂啊，個吹一地嘛是按佢。特別有頭杯。哎呀，嘛都無關嘅啦。佢後生可以直接叫你擺啊，無我去 print 啊，兩啲 plastic， 我查到佢 3D 嘅。
就是你不要見到真係去夾萬仔拖幾頭佢呐，你查落去，唔係啊，查落去。你 KFC 做嘅事，對個頭嘅下落去。喂，做工商話，乜意思啊？你嘅 KFC 嘅雞嘅雞頭無相，你講將等人嚟啊！我講係咩古隻，慢慢接起來。尋正驚啊水了。啊，就是話 ，OK 了，即係講咧，你新正菜三項，係咪嚟？你新正嘅菜，你想到新正嘅菜係咩菜咧？我諗食新正嘅菜啊 ，as long as 你有肉、有雞、有鴨、有魚、有蝦，哇！都你誒咧，of course 就係有菜啦，然後就係你就係有蚵仔菜，然後就係有蚵仔菜。哦，蚵仔菜是唔是蛋鵝？唔是蛋鵝，係你 lettuce， 係你蚵仔菜是我係你棒光嘅爆椒菜。然後 because 我係媽是福建人，我係爸唔是嘛，所以我諗就係 alternate。一年食一項。哦，是你食啊，福建菜是你食。啊 ，fair 啦，所以一年一項咯。哦。古早我媽有啲時候都唔使啦 ，because 大厝是煮係你 Cantonese 了，去我媽厝食福建菜。所以我媽老了還是無煮了還是，有時會死了還是，都自己個人做了，都一年一項咯。你係想食啊？我有做嗎？特別我分開啦，無相日做無相物件。我再講，就是講新正衣服。你煮一項了，初一就讓我人關係了 every 初一個了是食 vegetarian 嘅。然後是初二都煮別項物件。女我想到，我 join 迄個，我 join 十八杯 club。係咪？我 join 十八杯 club。女啊？女，咱去食項，咱去食項。我諗 B 厝啊，梗係死食項。咱去做，自己食，咱頭，自己做唔得。特別譬如我愛做 vegetarian， 我甲講，初一時陣是我驚食 vegetarian，because 我咪做安尼做嘛，我自己去食啦，愛食飽人自己做啊。我做係做呢，愛啱食無啱爽。伊這 excuse 啫。冇英文咩？即咪就愛做愛切，咪就愛做。夾英嘛，嗰度唔是當人嘅菜嘛。你咪翕介紹，因為我看你嘅新正嘅菜啊，知道？水啊！今年，咁了你新正嘅菜我愛看，成個真好靚哈。冇啊，我隨看一定我有。我要看。今年個翕無咯啊！今年翕今年翕新嘅係嘛？你啊？咁普通嘅咯。普通嘅啦，如啦，普通啊！我成日講起來，成個真好料啦，佢甲我比起來。Because 我係買做呢，我就 stop 伊啊！你真係真係講嘅啫，你講下你虎票啊，你真係虎票。知。虎刀啦，虎票啦，愛拍下你日頭啊，入去阿溫啊，拍日頭入去阿溫啊，你看你做真濟啲喎。哦。One week before 就要做啊。自己做啊，虎票。嗱，買了本來自己做嘅 ，dry 嘅本來自己做嘅，海參本是愛煎啊面。海參是愛煎啦，股票一邊邊嘅嘛。愛入去拍嘅喎，唔知我maybe我買鹽煎啊。鹽煎未夠，一間咪去食紅啊。OK， 感謝，恭喜發財！我隨便聽嘅啲夾咧。你會做下你盤菜嚟食哦？冇，我唔係食佢盤菜。你盤菜好食？我唔係食佢。安裝都是客人都冇食盤菜呢？唔捌喎。我就講，我煮食吼，是我嘅媽嘅餅煮嘅，所以我食嘅菜，佢就是娘娘嘅新正菜。哦，所客人合餅嘅菜都冇
我没有食到。有咯烤肉咯，烤肉是我客人嘅朋友。我再講有一項我第一個食就是糖粉叉嘅，叉甲大杯嘅。無做呢。嚇，無食過。對，我第一個嘅，我想到我老婆。盤菜是客人菜啊，你講？盤菜是客人菜 ，because Cantonese also 有安尼款嘅 pot 啊 ，but it is not as 一般喎，無唔是叫做盤菜，特別盤菜伊。只盤菜啊，古早是蝦米啊 ？community 嘅 communal 嘅菜嚟，所以叫做盤菜。公厝嗰邊。你知中國伊是唔是上個有國一安尼款嘅？係了。對。所以伊人是你夾雞，我夾肉，我夾點嘅落去。layer 啊，了你夾菜，我夾蝦米個啦，一行安尼，佢了 layer 起來啊，搭起來。做一個大盤一個咧，借到唔知啊。That's how it's known as 盤菜。But 當今啊，人做更加濟係更加濟物件落去咯。個咧好料嘅。爆虎啊，係咩？你啦。古早先是乜咧話呢？伊 origin of 盤菜冇呢？因為我細漢個大漢後，我係真正菜是我甲你講咯，鹹菜阿舅父炒咯對，然後炒。你食香嘅咩？炒雜菜食香嘅，敢若真正夠食呢。我攏食無香嘅。真正食我食香嘅，所以我人特別就是無煮好特別嘅，但特別特別有舅炒，比如舅父炒就切一羹嘛，然後我唔是切嘅羹，你炒辣嘅羹。辣唔要緊，切嗰啲雞。我真艱苦誒，我問下煮過一道，我講埋啊，擺埋啊。艱苦。切真正謝阿女。定條嘢水是唔是？我嘛本食鹽汁誒，冚到這萬光。嗰度定伊萬光水嚇。唔知啊，但是講我人做唔到了。唔對啦，我家己做。萬光水無定嚇，你會油炒未辣嘅，我炒水。我炒水。你就愛貴水、定水，baru 過來煮啊！無愛燒炒水100%嘅。未老。上個我人做咧廣場啊，不是上好咧，伊達到險個半死，你關咗。伊講接唔到，伊用佢嚟扣啦，講扣唔到係啊。是你嘛？你特別教你嘛？哦，起來你功夫就你嘛。對咯，我買。John Hokkien 人呢都是古來嘅做苦茶。Hokkien 茶。鹹菜鴨咧，鹹菜鴨是Hokkien人哦，啊是。鹹菜鴨呀，鹹菜鴨，然後。杜多特。係白龜嘅。有對。แล้วก็有即個豆油吧。唔是豆油吧，伊是紅白啊，紅白。伊有 spice 嘅紅白，紅鴨。紅鴨。紅蘿蔔本來就係蘿蔔，我老是食蘿蔔只嘛。蘿蔔。有蘿蔔。你知係你kerabu 雞卡薄米，雞卡薄米就叫會。我嚟煮只 kerabu，我嚟煮只 kerabu 雞。我喺拍電話見冇人買啊。阿扎timun。阿扎。扎timun。kerabu 啦 ，kerabu 我意做 kerabu 好食咯。kerabu 薄米，阿扎timun。我唔是 kerabu 雞卡，但我是 kerabu 薄米，我哋學薄米，แล้วก็有雞 shredded 啲雞白。係你是新加菜嚟啦。三拜三單，係三拜三單去交易。แล้วว่าอีเนี่ยว่าอีโจ搞因為我小家部就不差是咯，我在嗰陣啊，這行就掉了。咖啡蛋雞。咖啡蛋雞掉。有冇啊？你用嘅 menu 嘅咧，我知啊。係啲咖啡蛋雞或古來雞。我古來雞 normally 參加，所以我冇真正是食較少煮古來雞，特別我往去食，本時我伊煮古來雞。伊是有安尼物件啦，了個蝦米講下hamburger。你當時就興食垃圾，我家己做嘅垃圾。冇
啊，我諗本有嘅喎，我係嘛只暑假煮。哦，唔係聽過，我聽唔聽過。哎呦，冇我買垃圾先轉就是人拍電話講啊，我 DC 過來哈，你講煮大包雞，對。阿咪大哥啦、二哥、三哥、四哥、二啦，你啊三不冷餐唔把你嚟個了。好了，是你媽搞煮咯。哈，一隻個隻外賣垃圾嘅。哎呦，做咩成日煮垃圾？我未 understand。我唔 understand 喎。咪嗰先定到先正是人無開店，無得食垃圾，所以叫人煮。把路無聊嘛。我一項物件先食得到有誒。咩？鹹菜杯。無。哦，菜杯。鹹菜杯。啊，我係嘛無第一攞就是菜杯嚟，所以我無食過菜。我第一件食菜杯啊。有一道問伊是講，莫食菜尾啦，細漢時食較驚，原來是細漢時食較驚，因為有幾若項物件伊第一無介菜尾咯，啊你鹹肉咯，但係我人食食鹹肉，好食。鹹肉啥物？鹹肉啥物來？鹹肉啥物我冇聽過。伊個咧青三層肉去試鹽真濟熱咧吼，然後伊個去煎。切一碟像小板咧，咪是鹹嘅，真好食哦。哦，你睇煎一睇拍子。哎，拍子咧啊！又唔係講話講得嘢，我記咗。誒，呢個必須未使，我係嘛聽住，你講俾學人聽啲，係找無人嚟你處置啊！冇，阿邊人未使聽，我係嘛未使聽。鹹白食就是raw 嘅。冇，唔是 raw， 伊成日試了是拍單咧，是嘅去煎，有煎那個食。對，豉油喺拍去打，แล้วลูก係 pepper กับยำที่สี่แล้ว拍去打แล้วเดี๋ยวที่煎切薄薄啦。好食。咁樣呢，都幾好食。咩啊？鹹吧？你講冇聽過？我冇聽過喎。安怎你冇聽過？唔係喎。你是吊住冷，即是吊住冷菜嚟嘅。我小我唔係喎。我吊住冷嘅餅是我媽嘅爸嘛，特別我媽嘅媽是煮隻，我媽煮嘛，所以煮樣嘢唔夾㗎了。哦。所以我講誒，你大薄餅誒吊煮嘅噃，我大薄餅上面啊，only 我講是做only是這樣子。哎呀，我第一暑假咯，我係講嘅芋泥絲比好料啊，伊是用巴油做嘛。啊，巴魯格一隻啊，係巴。芋泥上個 mashed potato 很好做啊！即係講過 mashed potato 一萬塊。我未知伊上個是。你 mash 了，你就愛係糖了個油，慢慢去過個。冇啊，你在那做 mashed potato 唔是嘅去滾啊，是去吹呢。即係我係講啊，伊是嘅把油轉把油啊嗬，伊用把油煎伊แล้ว伊蚵鐵出來，แล้ว確定時，伊個夾伊把油起來，把油確定時，你 mash 伊煎過一食一蚵時，你覺得係伊把油都對起膠嘢啦，特別沉糖，伊煮嘢糖。就愛。你個係糖落去啊，你個對佢過個按照啊，伊出金。掉呢黏。caramelize 呢啊。你糖誒落去啊，然後摻落去啊，你係油拌係咋，你because你只係個了。伊未熟啲去，所以伊就油了。一鹽嘅油，所以你就係拌放落去啊，啲膠。過個按照啊，伊個油接個了啦，按照伊 glossy 啊，特別袂使油堅袂使油。每個外口冇有攤買到之類，干那只豆油咧。人豆有攤只。係咯，阿爸我打包嘅，打包嘅一件。打到嘢啦，我多少？個椒鐵有嗎？個發聲。個花生食 steamboat 咧啊！伊冇食本啊，伊芋泥是包到在咖喱薄裏面咧。那你冇好食木爽呀？我食到啊，你個爽。你睇伊個花生，伊有一個branch 在啲sungai Nibong。哦。咩？
是我好像我條記袂記，伊有做即個芋泥，食安尼係白粿嘅。誒，你講五花生，那個有一間係咪講咩？五條雞啊！五花生我知啦，五花生我知道。我未去五花生，因為 Bruce 知道對個我嘛，所以我看 video 是看到五花生嘛。然後伊嘛本甲我做在去，所以我要去 try 去看迄個 ，because 伊個螺是伊 steamboat 嘅螺啊，可以看嘛。所以我要去邊食？我有去看。我去邊食時，我個Snapchat 五花生嘅。哦你喲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知道 sorry 啊，6點鐘啊，哎呦，歹勢，先正好咱幫到啲後尾講嚟啊，我哋想聽即個查某寶咩錯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恭喜我在這禮拜特別嘉賓咧，就是奧朱比啊，加查某寶啦，加公啦，แล้วก็大粒頭啦，恭喜發財，紅包叫我俾俾。個一個走去啊喂。主要嘅嘢，豆嘅對。頭晚日本機來啊，冇全部來掉。有日本機來一個啦。哦。了解我啊。了個有禮拜對來講完講，真正會食咩做，真正貴時看，我看這有杜蘭咯。怎麼報道啦？感謝咯，禮拜都嚟聽。嗰時 happy 嘅。禮拜都嚟聽看怎麼報講成就貴講唔樣。感謝各位聽眾收睇，再見，拜拜，恭喜，拜拜。恭喜發財。我係去食紅嘅。